大家好，我係創辦人 KB， 今日想分享點解香港女人特別需要做暖宮同胸部嘅保養。香港嘅女人生活節奏快，壓力大，習慣差，身體已經響起警號。以下呢幾個係香港人嘅日常壞習慣，亦都係直接傷害我哋子宮同胸部。壞習慣一：凍飲唔離手。香港人最中意飲凍檸茶、珍珠奶茶、沙冰、凍咖啡。中醫話寒主收引，凍飲一落肚，子宮血管即刻收縮，氣血唔通，容易出現脹痛結節。壞習慣二：冷氣長開。香港夏天長，辦公室、商場、地鐵冷氣長期16度。中醫話寒邪入侵，寒氣由皮膚入經絡，直達子宮。胸部嘅氣血亦都會因為寒冷而運行緩慢，淋巴容易淤塞。壞習慣三：壓力大，容易敏疹。香港人生活節奏快，工作、家庭、社交壓力大到唞唔到氣。中醫話肝氣鬱結，壓力大係最傷肝，肝氣一鬱，子宮氣血唔順，胸部更加係首當其衝。長期肝鬱會容易乳腺增生，結節風險。壞習慣四：夜瞓睡眠不足。香港人收工夜，追劇玩手機，12點前瞓覺好奢侈。中醫話捱夜傷陰血，長期夜瞓血唔夠，月經量少，面色暗黃，胸部嘅筋膜亦都會失去彈性，下垂鬆弛。壞習慣五：久坐少運動。返工坐足8個鐘，收工攤喺梳化。中醫話久坐傷肉，久坐氣滯，下半身血液循環差，經血唔暢，胸部淋巴堵塞，形成副乳腋下腫脹。所以暖宮同胸部保養係香港人嘅恩物。暖宮可以幫你驅寒化瘀、補氣血，改善經痛、水腫、肚腩、面色黃；胸部保養可以幫你疏通肝經、胃經，減輕經前脹痛，預防結節，提升胸液。你唔做，身體會繼續俾呢啲壞習慣侵蝕；你肯做，身體會慢慢翻嚟，多謝你。我哋下集見。